錢。賣業道做咗成幾十年，見過嘅嘢，你哋呢世人都未必見得齊。今日唔同你講風水，唔同你講運氣，我同你講翻啲實淨嘢，數學概率同埋人性嘅弱點。講真心話，場最怕嘅唔係你贏錢，而係你贏完之後仲肯留低再鬥。到場真正怕嘅係你哋啲人精明到識得幾時走。你想好似9成9嘅人咁興興奮奮入去，垂頭喪氣一鋪清袋出嚟，定係想學識一套方法，將到場變成你私人嘅提款機，日日有錢落袋。我而家就同你講個結論，唔好走數。想喺到場嗰度天天提款，秘訣根本唔關運氣事，係靠一套極之嚴謹嘅公司化營運系統，用數學同紀律將你嗰份貪念徹底消滅。記住呢句，賭場唔係你嘅遊樂場，係你嘅戰場。你入去嗰陣就要當自己係開緊一間公司。如果你想繼續睇翻呢啲賭場視為最高機密嘅實戰思維，唔想再送錢俾莊家，即刻撳掣訂閱我呢個頻道，開埋個小林燈。我有新片，你第一時間知。好，而家入翻正題。我入行嗰陣第一日翻工，我嗰個老闆就同我講咗句說話，我記到而家。呢度啲燈光，呢度啲地體，呢度啲冷氣，通通都係設計過，目的只有一個，同埋令客人唔記得時間，唔記得自己係邊個。你有冇諗過點解奏場入面冇窗？點解奏場入面冇鐘？點解啲燈光成日係攞捏住一個曖昧嘅光暗度，唔光唔暗，靜和？呢啲全部都唔係偶然，係經過精密計算嘅心理工程。佢哋要做嘅嘢好簡單，令你進入一種抽離現實嘅狀態，等你忘記自己手上嗰啲唔係紙，係真金白銀。仲有籌碼呢樣嘢，你估係偶然發明㗎？籌碼存在嘅意義就係要將錢呢個概念從你個腦度抽走。你手上揸住一嚿嘢，圓圓地5顏6色，好似玩具咁，你個感覺就同你揸住一沓現位完全唔同。心理學上有個講法叫貨幣去敏感化。你用真銀紙嘅時候，你個腦會即時聯繫到呢啲係我使咗就冇噶啦嘅痛感。但係你用籌碼嘅時候，呢種痛感會大幅減弱，你會覺得自己係玩緊一場遊戲，而唔係做緊一個財務決定。咁就係點解咁多人入到賭場落注嗰陣豪爽到嚇親自己。心理學和，因為佢哋已經喺心理層面將錢呢個概念抽離咗。我見過太多客人入到嚟嗰陣仲講緊電話傾緊生意，坐低落咗幾鋪住，個樣已經變晒，眼神開始飄忽，呼吸開始急促，啲手指不停咁喐動籌碼。你睇佢哋個樣就知道佢哋已經唔係用個腦度諗緊嘢，係用個本能度做緊決定。呢個就係道場想要嘅效果，令你由一個有理性嘅成年人變返做一個純粹追求即時刺激嘅動物。咁點樣先可以唔中佢哋呢個圈套？答案就喺於你要將每一次落注學和睇成係一次商業投資，而唔係一場賭博。我同你解釋下呢個分別。賭博嘅心態係咩？係我希望贏。投資嘅心態係咩？切和，係我計過數，呢個位有風險回報比例，我接唔接受呢個風險？聽落好似廢話，但呢個分別就係你係咪日日送錢俾賭場，
定係日日喺度提款嘅最大關鍵。一間正常公司做生意點都好嘅，佢哋第一件事一定係做財務規劃。佢哋會問呢盤生意嘅成本係幾多，風險上限喺邊，可以承受嘅最大虧損係幾多嘢，幾時要止蝕離場，幾時要鎖定利潤。呢套思維你入去刀場嗰陣一樣要套用。你嗰份籌碼唔係你嘅零用錢，係你嘅營運資金，係你做呢盤生意嘅本金。你贏咗嘅錢係你嘅利潤，而利潤同本金係要分開處理嘅兩件事。呢個道理做生意嘅人個個都識，但一入到鬥場，10個有9個就將呢個常識完全拋諸腦後。我見過一個客人，本身做地產生意，身家過億，平時做決定快狠準，絕對唔係一個衝動嘅人。但佢一入到賭場，完全變咗另一個人。佢贏到第一鋪嗰陣，個人已經開始飆，跟住就將贏翻嚟嗰筆即刻加碼落翻去賭。我喺後面睇住，個心諗呢個人喺商場上嘅紀律去咗邊？點解一入到嚟呢度就乜都唔記得晒？後來佢輸到嗰一晚，我見佢個樣，先明白咩叫一鋪清袋嘅威力。唔係輸錢咁簡單，係連同自己嗰份理智一齊輸埋落去。所以我成日同後生講，你入落場之前，有冇試過坐低認認真真咁寫低你今晚嘅止賺同止蝕線？定係你每次都係咁樣入到去先算？贏就照贏，輸就照輸，玩到最後1蚊都冇先肯走。我想問你哋睇緊呢條片嘅你，試下喺評論度老實答返我，你有冇曾經喺入兜場之前就已經訂好硬性嘅止賺止蝕目標？定係你每一次都係玩到清袋先肯走人？我想知道你哋之中有幾多人係屬於第一種，係屬於第二種唔？呢個唔係一條客氣嘅問題，而係一條照妖鏡。你嘅答案已經決定咗你係未來嗰個喺有場度提款嘅人，定係嗰個繼續入會供款嘅人。接落嚟我會同你拆解點樣將資金成本論呢套理論變成一套你實際可以落地執行嘅紀律系統。但喺嗰之前，我想你先諗清楚一樣嘢，你而家入鬥場係用緊個鬥徒嘅腦，定係用緊個老闆嘅腦？呢個分別先係決定你輸贏嘅最大關鍵，遠遠大過你揀邊隻台，邊個荷官，邊個時辰。入到鬥場，你個身份要即刻轉換，你唔係嚟搏殺，你係嚟返工。呢個概念我要同你講清講楚，因為呢個係成個思維嘅根基。搏殺呢2個字本身就帶住一種搏命嘅情緒，梭哈爆燈孤注一擲，呢啲全部都係感性主導嘅行為。但返工呢2個字代表嘅係理性、紀律同埋一套清清楚楚嘅操作流程。到返工嘅時候，有冇試過因為今日唔開心就唔做嘢，或者因為心情好就做多3倍嘢？冇嘅，因為返工嘅核心係穩定輸出，唔係情緒波動。道場入面都係同一個道理，你要做嘅係將你嗰份搏殺嘅心態徹底轉做返工嘅心態。籌碼唔係錢，我同你講真，呢句說話你要刻喺個腦度。籌碼係你嘅營運成本。一個老闆開公司，佢嘅資本唔係用嚟使嘢，係用嚟投資，用嚟運作。你帶住一筆心理資金入鬥場，
呢筆錢嘅角色就好似一間公司嘅流動資金咁，佢有特定嘅用途，佢有特定嘅流轉方式，絕對唔係俾你隨意揮霍嘅零用錢。咁具體點做？我教你一個方法，要設立發票。你入鬥場之前，要好似公司做財務預算咁，清清楚楚咁寫低3個數字。第一，你今日帶幾多本金入場？心理學和。第二，你今日嘅止盈線喺邊度？第三，你今日嘅止盈線喺邊度？止盈線，我建議你設喺贏到本金嘅20%左右嘅。咁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帶咗1萬蚊入場，你贏到12000蚊，你就要即刻收手。好多人問我點解唔贏多啲先走？我同你講，似學和呢個唔關貪唔貪心事，係關概率事。到場嘅優勢係長期累積㗎，你留得越耐，你個累積優勢就慢慢轉翻去到場度。贏到目標數，代表你今日呢場生意已經做完，鎖定咗利潤，呢個係好嘢，唔係衰嘢。止蝕線方面，我建議設喺輸到本金嘅30%左右。輸到呢個數，你就要即刻走人，唔好同自己講等多鋪搏翻本。你要明白，套場最中意聽到嘅就係呢句説話：搏翻本。呢句説話一出，你嘅理智已經正式落車，接落嚟由你嘅情緒揸機。而情緒揸機嘅結果，我見過太多太多，9成9都係一鋪清袋。我認識一個客人做進出口生意，人本身好醒目，但每次入鬥場，佢嘅紀律就係衰喺呢一條止蝕線度。佢有套自己嘅規矩，話輸到一個數就走，但佢從來冇做到過。我問佢點解，佢同我講：我覺得我夠運，呢鋪一定會返嚟。我笑而不語。因為呢句説話，我喺呢行20幾年，聽過唔知幾百萬次，每一次講呢句説話嘅人，結果都係一樣。設定咗呢3個數字之後，你仲要做嘅一件事，就係嚴格執行4和，唔好俾自己有任何商量嘅餘地。呢個唔係建議，呢個係紀律。一間公司嘅財務制度，唔會因為某個職員一時衝動就隨便改動。你嘅個人財務紀律都係同一個道理。我想問翻你哋，入鬥場之前，你哋有冇試過好似我咁坐低認真咁幫自己定一個贏幾多就走，輸幾多就走嘅硬性目標，定係每次都係玩到一鋪清袋先肯走？評論區度留低你嘅答案，我想睇下你哋之中邊個係最有紀律嘅人。講完資金成本論，我而家要同你拆解一樣百家樂入面，好多人睇得明但用得唔啱嘅嘢。三豬爐百家樂呢樣嘢，你睇台面嗰幅大路圖，紅紅藍藍，密密麻麻，好多人一望就頭暈。跟住就憑感覺落注。我同你講，呢個係最大嘅誤區。大路圖嘅本質只係將過號開出嘅結果，用紅藍2種顏色順序排列出嚟。佢本身唔帶任何預測性。你越望佢望耐，你個腦越亂。心理學和，因為人類個腦天生就中意喺隨機嘅嘢入面揾規律。而呢種揾規律嘅衝動，正正就係令你做錯決定嘅根源。三豬路就唔同，佢嘅哲學意義遠遠大過大路圖。三豬路嘅邏輯源自於一種古老嘅東方智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意思即係話，任何一個複雜嘅形勢都係由最簡單嘅單元逐步演化出嚟。三豬路嘅做法，
係將每3鋪結果分做一組，用呢個最小單元去觀察形勢嘅微觀變化，而唔係將成個刀局當做一條冇間斷嘅長龍咁睇。詞學和呢套睇法嘅好處在於佢將一個龐大、混亂、令人眼花亂嘅資訊壓縮成一個你個腦可以即時消化嘅單元。你唔需要記住成幅圖，你只需要望住最近呢3粒珠，判斷佢屬於邊一種動態形態。三珠路嘅動態形態大致可以分做8種。第一種叫全閒，即係3粒珠全部都係閒加贏。第二種叫全莊，3粒珠全部都係莊加贏。第三種叫閒閒莊，即係頭2鋪閒贏，第3鋪莊翻身。第四種叫莊莊閒，頭2鋪莊贏，第3鋪閒翻身。第5種叫閒莊閒，呈現一個交替嘅形態。第6種叫莊閒莊，同樣係交替，但係起步點唔同。第7種叫閒莊莊，即係頭鋪閒人和，跟住2鋪莊連住。第8種叫莊閒閒，頭鋪莊跟住2鋪閒連住。呢8種形態你要訓練自己一望就分得出。點解咁緊要？因為呢8種形態代表緊呢3鋪入面嘅動能分佈係莊方主導，係閒方主導，定係處於膠着嘅交替狀態。識得分呢8種形態，你就識得初步判斷當前局勢係屬於順勢而出定係逆勢而跳嘅階段。跟住嚟講正打同反打嘅核心判斷。正打就係順勢而為，你見緊個形態係延續緊嘅。例如連續出現全莊，你就跟住個勢落注落去，呢個叫做順勢操作。反打就係逆勢而行。心理學和你判斷個勢已經去到極端，接近反轉嘅臨界點，所以你揀喺呢個位轉天，搏佢會跳會斷。2種打法邊種啱？我同你講真心話，冇一種係絕對啱，亦冇一種係絕對錯。百家樂每一鋪結果本質上係獨立隨機事件。過號嘅結果唔會影響未來嘅概率，呢個係數學事實。任何人講呢局而家走緊勢，跟住實會點。呢種講法本身就缺乏概率學基礎。但係我哋作為人落注嘅時候，始終需要一個決策依據，三珠路存在嘅意義。唔係幫你預測未來，而係幫你管理你自己嘅落注節奏同心理狀態，等你唔好亂咁落注。呢度我要教你一個實戰技巧，電動窗口。意思係話你唔好淨係望緊死㗎一組3珠，你要持續咁觀察最近6口嘅結果，即係2組3珠加埋一齊睇。點解要睇6口？因為3口嘅樣本太細，容易俾你誤判。6口嘅樣本相對穩定啲，可以俾你睇到一個動態同勢嘅延續性同轉折性。你每開多一鋪，就將個窗口向前移多一格，捨棄最舊嗰鋪，加入最新嗰鋪。等你嘅判斷永遠基於最新鮮嘅資訊，而唔係基於過時嘅數據。我要再三強調，三珠路同滑動窗口呢套嘢嘅本質係心理管理工具，唔係預測未來嘅水晶球。百家樂每鋪嘅概率基本上都係固定嘅。洗牌之後嘅每一局都係獨立事件，呢個係數學常識，唔會因為你睇咗幾耐路就改變到實際開牌嘅機率分佈。但人始終需要一套節奏感，一套觀察框架去防止自己亂咁落注，呢個先係三珠路真正嘅價值所在。我想問你哋，
你哋平時睇路嘅習慣係中意跟住大勢走，即係正打定係偏向去倒，佢會跳會斷，即係反打一和。留言度同大家討論一下，你嘅習慣係邊一種，或者你係咪兩種都會根據情況交替使用？唔定你會喺其他觀眾嘅留言度揾到新嘅啟發。講完路單，而家我要講一樣更加重要嘅嘢，資金防線呢部分我要痛批一個喺就場流傳咗幾十年，害死無數人嘅注碼方法，叫做翻倍加注法，英文叫 Martingale。呢套方法嘅邏輯好簡單，輸咗就加倍落注，贏咗就翻去最初注碼。聽落好似好合理，因為理論上只要你贏一鋪，就可以追翻晒之前所有嘅虧損，仲要賺埋落注嘅原始金額。但我而家同你講，呢套方法本質上係一場自殺式嘅賭博。我見過太多人死喺呢度，死得好慘。點解我話佢自殺式？因為呢套理論有兩個致命嘅漏洞，係喺現實世界入面完全冇辦法克服嘅。第一個漏洞係你嘅資本永遠唔夠鬥場多。理論上，如果你有無限資金，你哋而且確可以一直加倍落注，直到贏一鋪為止。但現實係冇人有無限資金，你嘅本金有限，而連續輸嘅次數喺數學概率上係完全有可能發生，而且發生嘅速度遠遠快過你想象。我同你計翻條數，假設你由100蚊開始落注，輸咗就加倍。第一鋪輸咗落200，第二鋪又輸落400，第三再輸落800，第四鋪仲係輸落1600，第五鋪繼續輸3200，第六鋪都係輸落6400，去到第七鋪你已經要落12800。你睇下，淨係7鋪連續輸，你嘅注碼已經由100蚊飆升到12800蚊，而你嘅總投入已經去到成25000幾蚊，連輸7鋪，你話會唔會發生？百家樂單一邊嘅連輸概率絕對唔係天方夜譚。我喺做場見過連輸10幾鋪嘅情況，絕對唔係新聞。第二個致命漏洞係鬥場本身就設有注碼上限，即使你真係有無限資金，鬥場台面都會有一個最高注碼嘅限制。你一旦撞到呢條線，你就完全冇辦法再加倍落注，你之前所有嘅虧損就會永久鎖死，冇任何翻身嘅機會。呢個上限正正就係賭場用嚟防範翻倍加注法嘅最有效武器。你以為自己揾到必勝公式，其實人哋老早就計過晒數，設定咗呢條防線等緊你。所以我要好嚴肅咁同你講，翻倍加注法呢套嘢千祈唔好用。呢個唔係技巧，呢個係將你自己一步步推落森林嘅死亡公式。咁究竟有冇一套相對科學、相對穩健嘅注碼管理方法？有，我而家教你嘅叫做二關碼。二關碼嘅邏輯係將兩口牌睇成一個獨立作戰單元。你贏咗第一口，即和。你唔好即刻將贏到嘅利潤完全提走，你保留一部分，稍為加碼去打第二口，呢個叫做贏進。但如果你第一口輸咗，切和，你第二口嘅注碼就要縮細，而唔係加大，呢個叫做輸縮。呢套方法嘅精髓在於，佢令你嘅注碼跟住你嘅實際表現嚟調醒，而唔係跟住你嘅情緒嚟調醒。贏緊嘅時候，你用緊贏到嘅錢去搏，即使輸反，
切禍。你蝕嘅都係利潤，唔係本金。輸緊嘅時候，你縮細注碼，等你嘅本金損耗速度減慢，俾你更多時間同更多注數而等待。局勢轉變，同二關碼配搭使用嘅，仲有一套叫系統評注嘅方法。意思係你預先設定一個固定嘅基礎注碼，例如每鋪都係本金嘅2%落注，唔會因為輸贏而隨意更改呢個比例。呢套方法雖然冇翻倍法咁刺激，贏錢速度都比較慢，但佢嘅最大優點係令你嘅資金消耗速度永遠保持喺一個你可以承受嘅範圍之內。你唔會因為一個連輸嘅惡運就即刻被打沉。仲有一樣嘢，我成日同後生講，叫分兵作戰。你嘅總心理資金千祈唔好諗住一次過全部投落一場戰役入面。你要將佢分成幾份，例如分做3份或者4份，每一份當做一支獨立嘅部隊，分開喺唔同嘅時段，或者分開喺唔同嘅台面落注。每一支部隊都有自己獨立嘅指形指示線，互不影響。節制嘅呢套做法嘅心理學意義遠遠大過數學意義。當你淨係用緊一筆大資金落注嘅時候，你嘅心理壓力會極度集中，每一鋪嘅輸贏都會牽動你成個人嘅情緒。但當你將資金分散到幾支部隊，即使其中一支部隊打輸咗，你嘅心理狀態唔會即時崩潰，因為你知道自己仲有其他部隊未開戰。呢種心理上嘅緩衝，正正係維持你長期理性判斷嘅關鍵。講到呢度，我想問翻你哋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坦白講，你哋之中有冇人試過用輸1買2、輸2買4呢種翻倍加注法？結果連輸幾鋪，直接俾人一鋪清袋，個感覺好似俾人打劫咁。留言嗰度同大家分享下你最慘痛嘅經歷，等大家可以引以為綱，唔好行多次同一條冤枉路。講完技術同資金管理，我而家要講一樣超越技術奇行面，但係決定你最終輸贏嘅關鍵心法。層場入面有一個概念，我哋呢行叫死亡谷，有啲人又叫佢做盲門。意思係話，當你嘅分析邏輯實際開出嘅結果完全相反嗰陣，你必須要即刻壯士斷臂離場，或者最少都要停手飲杯茶冷靜一下。呢個概念好重要，因為好多人輸錢唔係因為佢哋唔識計數，係因為佢哋明明知道自己嘅判斷已經連續錯咗好多次，但仍然死頂落去，妄想呢鋪一定會啱。我見過太多客人連輸10幾鋪之後仲喺度死頂，佢哋已經唔係喺度計數層目和，係喺度同自己嘅自尊心搏鬥。佢哋輸唔起，所以佢哋寧願輸埋最後1蚊，都唔肯接受我啱先嘅判斷錯咗呢個事實。呢個就係人性最致命嘅弱點，而道場呢部機器正正就係專門用嚟針對呢個弱點而設計嘅。我講得好直接，同場係冇感情嘅，佢唔會可憐你，唔會因為你輸得慘就放你一馬。佢淨係識得一件事，就係根據數學概率和長期咁運作落去。道場唔會同你鬥智鬥力，佢淨係識得一直咁企喺度，等你自己嘅貪婪、恐懼、傲慢、急躁，逐一將你擊倒、佔攬，令你贏咗都唔肯走，諗住贏多次先。恐懼令你輸咗之後唔敢理性判斷，
亂咁落注傲慢，令你以為自己揾到必勝公式、藐視概率呢條鐵律，急躁令你輸咗幾鋪之後，心急想一鋪翻本，完全失去耐性。呢四樣嘢，套場唔需要做任何嘢，佢淨係企喺度，時間耐咗，你自己就會俾呢四樣嘢逐一打沉。真正嘅高手，我接觸過唔少潛磨，佢哋有一個共通點，佢哋從來唔預測。你可能覺得奇怪，做呢行做到出神入化嘅人，點解唔會話自己識預測未來？勁啊！因為佢哋好清楚，百家樂呢種獨立隨機事件根本冇辦法預測。任何人話自己識預測，佢自己都係呃緊自己。真正嘅高手，佢哋淨係做緊一件事，平靜咁跟住自己一早設定好嘅規律走，贏咗唔會狂喜，輸咗唔會崩潰，佢哋嘅情緒適和，永遠企喺一個水平線度，呢種狀態先係令佢哋可以長期喺刀場度生存落去嘅真正原因。我想問翻你最後一個問題，潛和，當你連輸3鋪嘅時候，你個心會唔會開始火起，諗住要一鋪過追翻晒所有損失？定係你可以面不改色咁企翻起身，你離開個鬥台，留言話我知你嘅定力究竟有幾高？你做咗呢行咁多年，睇盡咗成千上萬個人嘅輸贏仔，明白一個道理：賭博嘅終極秘密，從來唔喺路單度，唔喺技巧度，甚至唔喺資金管理度，佢喺你個心度。我見過識計3珠路、識用2關碼、識設止賺止實嘅人，一樣輸到傾家攞產。我亦都見過有啲人技巧普通，勝在個心夠定，反而日日有錢落袋。呢個分別就喺於佢哋對住輸贏嗰一刻，個心究竟係點樣反應。我成日同自己講，潛啊，你要修練到好似水咁。水呢樣嘢無形無相，你將佢倒入圓樽，佢就係圓嘅；你將佢倒入方樽，佢就係方嘅。佢唔會同個樽度鬥，佢只會隨方就圓，順應環境。到台前面形勢時時刻刻都喺度變，莊閒交替，連贏連輸則和。呢啲全部都係必然發生嘅自然現象。你要做嘅唔係同呢個形勢對抗，而係好似水咁，隨住佢嘅形態，調整翻自己嘅注碼同心態。你個本質、你嘅紀律、你嘅底線，永遠都唔會變。刀場呢個地方，日日夜夜都係燈紅酒綠，人聲鼎沸，荷官派牌嘅聲音，客人贏錢嗌出嚟嘅歡呼聲，周圍嘅人聲鼎沸到你個耳仔都嗡嗡作響。但係真正識玩嘅人勁喎，佢哋心入面係靜嘅。我講嘅呢種靜，唔係話佢哋木口木面冇反應，而係佢哋識得喺呢一片圈寵入面，保持住一份孤獨嘅寧靜嘅。呢份寧靜先係令你保持理智嘅最後一道防線。我見過好多客人贏錢嗰陣，周圍啲人開始對住佢讚佢叻，佢個人就開始飆飆然，跟住就好容易做出衝動嘅決定。輸錢嗰陣，佢個心開始亂，周圍嗰啲嘈雜聲響，反而令佢更加心浮氣躁。真正嘅高手贏咗，佢個心唔會跟住外面嘅掌聲起舞；輸咗，佢個心都唔會跟住自己嘅失落沉淪。佢哋自己一個人企喺嗰個圈鎖嘅環境入面，但個心係孤獨咁企喺度，清清醒醒咁睇住成個局勢嘅變化。我成日問後生仔一條問題：你想做一個提款人，定係想做一個鬥徒？
呢兩個字睇落差唔多，但係本質完全唔同。基督徒嘅心態係貪，佢哋永遠覺得自己仲未夠，贏咗想贏多啲，輸咗想追翻晒。佢哋嘅目標係一個冇上限嘅數字。提款人嘅心態就唔同，佢哋每一次入場目標都清清楚楚。今日嚟提幾多錢，提到就走，提唔到就止蝕離場。提款人唔會同鬥場鬥義氣，佢哋淨係識得完成自己嘅任務，然後抽身離開。呢個分別睇落只係心態上嘅差異，但長遠嚟講，呢個就係決定你係咪可以喺呢場精算馬拉松入面長期生存落去嘅最強大盾牌字項。我用馬拉松呢個詞係想你明白，東博呢樣嘢從來唔係一鋪定生死嘅短跑，而係一場長期嘅較量。短跑你可以靠運氣，靠衝刺，但馬拉松你靠嘅係配速，係紀律，係耐性，係你個心嘅穩定度。我幾十年嚟見證住嘅嘢就係咁多，技巧可以學，路單可以睇，注馬方法可以練，但最終決定你係贏家定輸家嘅係你個心靜啊！能唔能夠喺最圈爽、最誘惑嘅環境入面，保持住一份清醒同孤獨嘅寧靜？如果你今日覺得老行津尊同你分享嘅呢套真經對你有啲啟發，記得撳掣訂閱支持，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仲喺度迷失緊嘅朋友，等多一個人可以由道途直變，做一個真正識得提款嘅人。